很有趣的职人剧，就是我们星河5个人一起工作的时间，然后遇到各种的事情。你敢会记？有一个菜鸟啊，为有人过身的现场转来，3个月大打一披着迄死人味。哇！他们是哪张啊？不只是租屋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很可爱，是我们同事们之间的互动。其实我在开拍之前，我并不是很认识像星河这样子的公司，二房东的概念，但是二房东非常的专业，然后规模很大。就是互阮星河做第二厝主去找厝卡。我要做迄50位以上的啦。讲嘛。厝主哦，阿金跳阮，叫阮赶紧搬厝。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租房子，然后在找房子的这个阶段中，确实有遇到蛮多问题，是例如能不能养宠物，跟年纪需要小于几岁。里面讲的东西，我觉得跟我实际上接触到的都还蛮相近的，然后也蛮符合现实的。我是这间厝的现任继承人啊，叫你讲你不要走了。对我来说，人生只租不卖，可以让很多也没有租过的人了解，其实租屋的现况真的没有很好。哇！厝遐侪间着，一间比一间搁较古老古臭，租金搁较贵。即卖的少年人吼，拢就想要买厝，买一间家己的厝。一个月上济就3-4万啊！伫咧台北生活就已经偌困难，是要哪欠钱买厝？啊，若是无爱买厝咧，是毋是就袂遐忝啊？有当时啊，会使用别个方式，会使完成家己的目标，安尼。你要安怎活伫这个社会内底，找到一个舒适的所在，互你家己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可以让大家看到关于住、关于家有不同想象的一个温馨的故事。也许讨论居住正义，也许讨论什么是家，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答案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戏带给大家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跟视野。我感觉人生要选的是一出有血有目屎，还佫有淡薄仔古锥的职人爱情剧。更适合很多没有租过的人来看这部戏。马球马感动耶！